伍允龍女朋友李曼瑩擁有傲人身材，尋日佢就上載咗一段大玩平板支撐 challenge 嘅影片，以超貼身上衣包實32E上圍，完美弧形盡收眼底。佢一路做平板，個心口一路跟住震，完美演繹地心吸力嘅奧妙之處，睇到一班網友哇哇聲啊！向來 sweet 爆嘅佢，雖然今次仲未完成挑戰，中途出現趴地腿張開，不過佢都講明會再接再厲，好有恒心。另外，今年 Rennie 會推出第一本個人寫真《慢下來的理由》，收錄咗佢同愛貓 Nigo 嘅生活日常。當中除咗 Rennie 嘅性感相之外，仲有 Nigo 嘅萌樣。希望透過呢本寫真喚起更多人關愛動物。Hello， 東網嘅朋友大家好，喺度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我係蔡潔。新嘅一年祝大家可以花開富貴、健健康康、財源廣進、出入平安。咁我嘅願望呢，就希望大家新嘅一年都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事，開開心心每一日。